你有冇種感覺？你越嚟越忙啊！呢個可能唔係你嘅錯覺，我哋中國打工人嘅工作時間又增加咗啦。你知道我哋打工人每週要工作幾耐啊？有一份公開嘅數據統計顯示話，2001年到2018年，中國人每週平均嘅工作時間基本保持喺46個鐘頭左右，最高係2005年係47.8小時一個星期，最低就係2009年啦，一個星期44.7個鐘頭。但係2018年之後呢，每週嘅平均工作時間就開始拉長啦。2023年漲到咩啊？48個鐘頭每週。到咗2024年，中國人平均每週嘅工作時長49個鐘頭，創10年新高啊！但係與之同時，勞動法又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個鐘頭，平均每週工作時間唔超過44個鐘頭嘅工時制度，而且好多老友仲要係單休添。所以呢，你睇翻個數據，有幾多企業做得到啊？更加令人心噏嘅係呢個裏邊只係統計咗有單位嘅啫噃，仲有大量嘅靈活就業人群並冇統計。邊類啊？外賣小哥啦、網約車司機啦、主播啦、個體戶啦，佢哋工作時間分分鐘超過呢個時間多。仲有啊，而家人人都有一部手機㗎啦。以前大腳離開單位就真正落班走人，而家唔係啊，24小時喺群裏邊 at 你，隨時隨地你要辦公，落班時間你回覆微信就照常工作，已經係相當打工人嘅常態。就連以前好輕鬆嘅老師都不能幸免，落班都要回覆家長微信啊。雙休制嘅落實率不足60%，大小周單休周街都係，居家辦公嘅隨時要響應。最新消息，發改委就話要強化監督加班文化，落實帶薪休假制度，提振消費喎。點樣監管啊？點樣監督啊？暫時冇提。今次兩會亦有好多位代表呼籲立法禁止強制加班，有代表重點提出，重點關注帶薪年休假難落實、隱形加班同離線休息權等問題，建議將非工作時間線上辦公納入加班範疇，將休假落實率納入管理者考核指標等等。但係亦都有人擔心，如果係員工我自願加班呢，咁你又管唔管呢？所以咧，你要清楚嗰啲自願加班嘅人目的係為咗乜嘢？好似銷售啊、跑業務啊，邊有什麼休息日㗎？能多簽一份合同就多份錢啊嘛，就為咗多攞啲提成啊嘛，係咪攞更多嘅獎金同埋績效？仲有一種就假性加班，喂，個領導唔走喎，你唔敢走嘅喎，強調加班等於你優秀，呢種畸形嘅價值觀。仲有企業宵夜補貼，10點又可以報銷打車費，咁就搞到一啲員工加班到半夜，冇事可做都要坐喺個辦公室坐班到深夜。如果提案能夠順利落地，咁對打工人嚟講簡直係天大嘅好消息啊！有公開嘅打工人工作時間好長，成日要加班，錢有冇揾多幾多呢？與此同時，好多人想工作又揾唔到工做，唔係解決唔到，辦法總比困難多，咁就要睇下老細你想唔想、願唔願意啦。要揾錢可以嘅，但係你總唔能夠叫啲員工用愛嚟到發電噶嘛？一個連休息都成咗奢侈嘅社會，又點樣談創新同埋發展呢？